哪方面啊？长相还是觉得帅为主，还是喜欢看帅哥啊？大家都喜欢，看帅哥是一种遗传，就从外婆到我妈，我们家都喜欢看帅哥。但因为我刚杀青，就是前一场戏，然后我通常杀青我就换一个造型，会比较容易出戏啦。哦，没有，就是跟家人啊，然后就是去走走，没有到旅游啦，因为也没有真的有那么多时间，还是有其他的工作在做。哪些不一样讲？如果以戏剧上来讲，当然还是希望有不同的角色啊，然后也有想尝试的角色。那其实蛮希望自己可以有能力替更多人说故事，对啊，因为像在去年是因为前年拍的电影，去年播嘛，然后就跟糖宝宝们相识。所以也才会有这几次的合作。那我还是希望可以关心到社会上不同的角落的人，替他们说不同的故事。没有，我想，但是没有人要找我发片。只有大家只找我演戏，没有人要找我发片。没有啦，就是目前就是还是以戏剧为主，但有在寻觅觅看有没有适合的合作对象可以一起合作啦。的确是有这个计划，还是会想要。就是做音乐啊，然后可以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事情，或者是跳舞什么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事情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因为真的不是桃花，但他却断了我的桃花，让大家觉得我有桃花。不是桃花断了你的桃花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他这个对象不是我的桃花，真的我们是认识很久的朋友，然后真的非常好，然后很常会腻在一起，但他就可能比较像。像闺蜜的那种感觉啦，对，但是大家都以为他是我的桃花，变成现在我没有桃花。对，本来有一些其他的接触。我觉得可能有啦，但是因为这样一弄哈，我也希望报道是真的有桃花。对啊，但没有啦，就是不求啦，就是缘分。对啊，我现在没有那么。认真在想谈恋爱这件事情，就是有当然好，没有但也哪方面啊？长相还是觉得帅为主，还是喜欢看帅哥啊？大家都喜欢，看帅哥是一种遗传，就从外婆到我妈，我们家都喜欢看帅哥。但如果真的要相处的话，善良吧，我还是相信，对啊，人都是善良的，只是大家有不同的面相，我是不求什么一定要灵魂伴侣啦，因为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是可以当灵魂伴侣，然后有可以陪你吃饭的、陪你玩的，然后真的可以懂你的姐妹什么的，所以另外一半就是他相处起来，我们两个都自在就是最好的。就是我很喜欢他们，因为其实真的从他们身上得到太多了，然后每次遇到他们，我都会开始反省自己做人处事，对啊，因为你在生活中你还是会不免有。你自己看不顺眼、讨厌的对象或什么的，等，一定会有，对啊。可是就会去调整自己，不应该这样，然后应该要去了解别人。因为糖宝宝他们爱人，他们没什么理由，他爱你就是很爱你，所以这一点也会让我觉得，哦，好，对人要很友善，
对，然后跟大家相处要尽量真心什么的。那喜不喜欢其次，但是尽量不要去讨厌别人，或者是无缘无故啦，不要去对别人不友善或伤害别人。